新竹市17间幼稚园有400个囡仔23参加消防局所举办的囡仔消防趣味比赛，现场除了会当学到地动的应变能力，还有无机拍火体验、空中救锁等等的关卡，让囡仔学到真实用的消防知识。随时要记得补充水分哦。好，下喽。锁啊绑好势，一群仔囡仔就对顶头安全溜到下骹，大家唔惊唔惊，佮感觉真趣味。很像从天上掉下来。那你就刺激吗？佮有消防拍火甲消防分推车体验，每一个囡仔拢真认真咧学。有个囡仔体验不了后，讲望以后要来做消防队员。想要当消防员。想当消防员为什么？因为可以救我，可以救别人。在这个活动很好啊，从小让他们就有消防的概念，然后可以知道说要怎么做防火。那如果有遇到的话，他们可以是怎么做措施这样。庆祝儿童节，新竹市消防局规划幼儿童趣味比赛，透过体验活动，让囡仔学消防知识。现场还有搜救狗的精彩表演，让孩子可以近距离接触到这些消防的哥哥姐姐们平常所做的工作内容，有刺激，也有比较平易近人，当然也有很危险的事情。那提醒大家，就是平常在日常生活可以帮我们多多留意。消防局表示，除了体验活动，也呼吁民众平常时用火爱注意，提升厝内安全。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